台中一个案件早起11点的时阵呢，有一个20岁姓洪的查甫人，伊身躯顶藏3支刀啊，却伫咧车厢内面乱攻击其他旅客，包含嫌犯在内有4人受伤，人是已经去互警方抓起来，也拿犯罪动机，目前等咧调查。一个查甫人伫台中坐运车厢压倒咧驾驶口位乘客发生相拍，随后提起另外一支水果刀啊，往车厢另外一边攻击，现场发出惊吓叫声。中正第321早起发生司机伤人事件，20岁姓洪查甫人在1点3分为最安宫站上车了后，拿1支菜刀、2支水果刀啊攻击乘客，最后互乘客合力制服，警方随后进站逮捕，验过查甫人放了了后，情绪真激动。我会走，我会走，你们做什么？从水安宫捷运站上车后，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他乘客，现场民众见状合力压制犯嫌。警方获报后，也立即派员赶赴现场，将洪嫌逮捕。看到民众表示，嫌犯为车尾就车无讲话顶回攻击，列车伫市政府站停起来，来赶紧走出车厢。他一开始没有讲话，就是拿出菜刀，我就喊说干什么，然后大家都往后跑。嫌犯正就有3公分的刀伤，由警方介护送去。共车西口甲下路的民众分别面、胸坎、手骨拢有刀伤。当地便衣进行田的手术，也有另外一个人轻伤无送医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到便衣探视，后手会负责受伤的人全部医疗费用。中捷已经会付起全部的医疗费用。第二个，中捷也会派人在这边服务2位我们的市民伤患哈。警方查出，嫌犯是某宜山护理科4年级的学生，伊的父亲伫南部经营诊所，对此感觉真自责。好好讲，嫌犯表现真正常，也毋过进前因为病医实施压力大，今年4月申请停止实习。3个小朋友是别人的小孩，不应该是他们受伤害，这都是我做爸爸做不好的地方，我要上去台中了解一下，再跟他们讲。在实习的过程里面，就有感受到实习其实压力非常的大。也造成一些情绪上面的状况，所以其实在4月中旬的时候，有提出这个停止实习的这个要求。警方表示，嫌犯2早先带离台中市某汽车旅馆，甲受伤人拢无熟悉，目前动机不明。专案以杀人未遂罪嫌，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台中捷运公司表示，代志发生了后，封闭市政府站，佮维持区间单线双向运行，离下昼3点已经恢复正常营运。未来会甲捷运警察合作调整勤务，提悬建警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